呢度呢，就係位於聖保祿醫院旁邊2級歷史建築嘅天主教小教堂。小教堂呢，叫做基督君王小堂。教堂呢，以古典復興風格興建嘅。如果你呢生活唞唔過氣，想有個地方坐下休息一下，其實呢個地方你真係可以入去坐下，俾自己唞下氣同沉澱一下。藍藍嘅天空加上華麗嘅天使雕刻，令教堂顯得相當典雅。不過呢，小教堂嘅範圍呢係非常非常之寧靜嘅，有種感覺就係鬧市之中收藏住一個非常平靜嘅地方啊！欣賞下地下嘅馬賽克地磚啦，雖然唔係有陳舊嘅感覺，但係同樣都好靚㗎。喺小教堂嘅走廊長遊，你會有種肅然嘅感覺。俯瞰座建築物真係覺得好大，企喺下面呢，你會覺得自己好渺小。大家一齊嚟同我欣賞下呢一座可以容納1000人嘅小教堂裏面係點樣啊！整座小教堂裏面嘅顏色呢係雞蛋黃配以白色。幻想一下，如果星期日崇拜嘅時候，詩班唱歌，咁都幾震撼啊！